多谢内容。在连假期间的高速公路车流量是真正是有够大，不过有人都唔惊危险，压一个牌啊，写讲啊，老母入院请斗3工，直接规离交流道口，加这个驾驶无款。这个画面好，真侪人看了真唔甘，赶紧就去报警。因为警方一直到现场了，这个查甫人讲诶无代志啊。经过了解，这个33岁姓杨的查甫人是咧做殡葬业，讲呢无啥物收入，赚无啥钱，无多照顾伊破病的老母。因为警方一个调查发现讲，伊有前科，有诈欺的前科。目前社会局嘛已经咧调查，要了解讲这口罩敢真正需要人斗3工。伫咧交流道出入口的所在，车慢慢啊停落来，刚看到一个穿黑衫的查甫人，手提白色纸板，敢若要过大路。毋过伊一个转弯，就伫咧大路中，甲驾驶鞠躬，后一秒佫跪落来，甲大家磕头。真正看白房顶下妈妈住院请斗3工，这个画面，互现场的驾驶和网友看甲真唔甘。这是新北市南口国道1号路南交流道路口，车是真多，都惊查甫人会发生意外，民众赶紧报案。不过警察一个到现场，查甫人说个解嘴。他来问你说需不需要我们来？不用，对啊，真的不用。看到警察，就讲唔免斗3工，敢若无想要惹麻烦。不用啊，不用。谢谢。这个自己想办法。经过了解，原来这个33岁杨先生做殡葬业，讲家己收入无好，无法度照顾破病妈妈，这个业牌无款。不过警察调查发现伊有诈欺前科。确定就是妈妈并没有住院，妈妈是其他的兄长在照顾。在这个先没有确定之前，还是请大家先不要就是爱心太泛滥了。社工这边针对案件的部分先做一些了解，然后进行家庭的一个访视评估。社会局已经介入关心，不过查甫人户口伫咧桃园中立，唔是中介收入好，嘛无申请过补助。隔壁人嘛讲，已经几年无回来，那因兜这口罩到底敢需要救济？甲民众斗3工进前，拢爱先了解实际状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